年適逢全運啊嘛，咁又有呢個比賽，咁之前都冇嘅，咁就希望藉住呢個機會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打到全運啦。咁好彩就有呢個機會。原本諗住玩下嘅啫，第一次參加呢個咁大型嘅甄選賽啦，35歲咗第一次報，咁所以都試下可唔可以贏到咯，咁啱啱爭少少，可惜。好似第一次喺香港有得參加全運，所以就覺得都幾 interesting 想玩。因為呢個比賽之前未有試過，同埋嚟嘅呢個比賽屬於係最大型嘅比賽，所以香港好少有啲咁嘅比賽，同埋有啲國際賽我哋冇得參與㗎，所以就想試下。都好興奮，因為可以代表到香港打大型比賽。有啲緊張又有啲興奮啦，因為香港嘅比賽我哋成日都會參加，會有好多對手我哋已經好熟，而家可以出去對一啲唔熟悉嘅對手咧，好有期待。